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。布林肯有讲，美国烦恼中国伫台海起无空，但是这座冲突会影响全世界经济。不过布林肯冇强调讲，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。有学者即马就认为讲，美中的高层未来安怎互动是观察的重点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，双方达成同意两国需要稳定的关系共识。布林肯伫个会后的记者会强调讲，美国烦恼中国伫个台湾海峡的呛度，台海的冲突恐惊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危机。 We both agree on the need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. On Taiwan, I reiterated the long-standing U.S. One China policy. 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. 台美之间互信良好，沟通管道也自为畅通。对于美中高层互动情形，台美一向保持密切联系。对于美方一再公开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，外交部表示欢迎及肯定。 布林肯重申讲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美国一中政策未改变。嘛咧讲，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。学者分析讲，中方进前敦促美方撤销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防拒绝，双边的战略竞争关系根本就是真恶劣乞讨。 可能原因就是美国没有诚意嘛，在没有解除任何对中国的制裁，明眼人都知道说他们是在礼貌性的过招，但是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们结构上的一些问题。学者认为讲，布林肯这边的访中虽然讲对未来的80会有拍下基础，不过刷落来包含中国外长真讲是不是会回访美国，也佫有中美高层活动，拢是观察的重点。嘛，紧迫美中双方的军事活动拢未让步。 刷落来会用军事设施来做政治对话的后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